大家平安。今天我们在家会主要来读传道书的第9章1到18节。2月7号的主题是智慧胜过武力。我们先来看9章18节的金句：智慧会比武器有更大的成就，但是一个罪人能挫败许多好事。这段经文有一些的摘要，1到3节提醒我们每一个人的行为都在上帝的掌握。不管你任何什么样的际遇，你全部虔诚发不发誓，我们都最终面临死亡。那活着总比死好，因为当我们死了，被人遗忘，一切都要消失。7到10节提醒我们把握当下，好好的工作，与身边的人一起分享你应得的劳碌所得因为未来我们不知道要往哪里去。11到12节就是提醒我们，你虽然有优渥的条件，但不一定有好的结局。时机跟际遇在掌控每一个人。13到17节提醒我们，你拥有智慧，即使你被人看轻，你是一个穷人，都可以运用智慧来拯救一座城市。所以我们宁可听智慧人的言语，也不要听掌管愚昧人的喊声。智慧可以胜过兵器，就是提醒我们那个智慧的能力有多强大。一个罪人能够败坏许多的好事。那在这段经文也提醒我们，运用在我们生活当中，让我们知道说，即使你很会跑步，但你不一定会得奖。那勇士不一定会打胜仗那聪明的人也不一定有饭吃，机智人不一定是富有的。那你很有能力，但是不一定会居高位这是你的经验吗？如果你是那运气不好的，牧师要恭喜你因为赢家跟你一样的命运，一切都是在上帝的掌握当中。死亡来临，你也没有输。如果你是运气好的，也不用过度得意。为什么？因为这一切到最后都要归于无有。面临死亡那一刻，你有没有赢所以我们看到传道者看到这世间人事物的变化，所以他认为日光之下，你活着，然后你享受当下的人生，活着这个智慧比愚昧发生来好。所以不论你活得良善或者是邪恶，不代表你就会有比较好的机运。不过不用难过，因为结局都是一时，所以都要回归到虚空。最重要是要敬畏上帝，因为他是掌管天地万物。最后传道者也用一个比喻来说明，有智慧的穷人，他能够拯救一座城，就是在回应说，输不一定输了，缺乏不一定就是缺乏。若是被上帝使用了，你可以敬畏上帝，然后有智慧，能够胜过一切的资源跟能力。那因为日光之上的上帝在掌管我们日光之下的一切事物，所以只有上帝才能够成就一切的美事。我们来默想，如果每一个人面对无论好坏，如何做事，什么际遇都要面临死亡，那为何我需要智慧来行事呢？拥有智慧对我来讲有什么样的益处？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能够明白，在有限的人生当中活出他给我们的智慧，在无限的盼望当中信靠上帝。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知道无论是各样的事物，我们都要面对一个终局，就是死亡。愿你赐福给我们知道，一切都是你在掌握，让我们用信心来依靠你，我们才能够对未来有永恒的盼望，才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内心的失去这样的一个勇气。我们不知道如何往下走，唯有依靠你，我们才知道我们未来是有盼望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